我想让七年认清现实的残酷。像我堂哥这样的人间 Burberry， 他以为他这辈子还能再遇见第二个呀？错过了后悔一辈子。瞧你这说的，保不齐人家又在拐角处遇见一什么人间哭情，是不是？哎，有没有姐妹在红树林 KTV 啊？有人在附近堵到了小玉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去看看。红树林 KTV， 那不就这儿吗？别问我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行了，这里是 VIP 房，他们追不过来。他们是我粉丝啊！啊！你还不知道吧？现在我的身份是……你是 X 送的姬羡玉吧？天哪，我今天终于见到活的了。他之前也不是死的呀。阿玉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啊！你从出道开始我就是你的粉丝，而且啊还是如假包换不掺水的伪粉。哎，你出道那天我还去现场了。谢谢你的支持。这你朋友？嗯。那正好，我跟我朋友在这儿有间包房，不嫌弃的话可以一起玩。我们今天不对，不嫌弃，我们很高兴。等你们。你不是要参加素人联谊的吗？哎呀，你就放弃你脑海中的素人联谊吧，我们可是要和爱豆撕联的女人，和我一起成为粉丝们羡慕嫉妒的对象。来，走。我从刚刚就想问了。